其實佢呢個係95得個，如果當能台風俾太陽，如果高壓喺佢東面，佢會轉向東北行啦。佢放得一個太陽，兩個、三個。呢個2603、2604同埋2605，然後大概呢個我睇下，上面係個溫麗船，溫麗船喺度啊！呢個係個溫麗船，未當溫麗船到呢個地方之後，高壓喺呢個地方建立咗一個浴場啦。然後呢個低壓喺度，而有可能對東北行啦，因為再睇先個高壓喺度，啊！溫麗城已經移到去西面啦，然後呢個低壓喺度，佢會有少少向住東北走向，有個高壓喺度，呢個低壓。再睇埋個衛星雲圖，可以睇得出個現時95。可以睇得出95W，佢環流係非常鬆散，佢又咁上東面有一個雲團，西面有一個雲團，佢中心有兩隻雲團啦。未來佢沿住高壓邊緣去走，同埋有個溫麗船啦，過程溫麗船喺度，佢係沿住呢個方向向你東北走。呢個95得個月啊！